明代中期，武當派掌門逍遙道人年少時係個武學奇才，30歲已掌握武當十絕。佢為人愛自由，所以武當祖師張三豐賜佢法號為逍遙子。佢武功有成之後就落山闖蕩江湖，佢雲遊四海，行俠仗義，懲治奸邪，到處見聞異事。之後，逍遙子結識咗波斯遺教月神宮嘅女兒雲羅亞斯德，誕下私生子。不過幾年，逍遙子私下帶走私生子，以有人託孤做藉口，隱瞞私生子身世，帶返武當山教養，取名為雲飛揚。逍遙子自己就當上武當掌門。雲飛揚武學天分游喺父親之上，佢25歲前以武當十絕大成。自從逍遙子忘情棄愛，仲帶走愛兒雲羅亞斯德，傷心欲絕，一夜白髮，性情大變。雲羅亞斯德接任月神宮教主之位後，以政治婚姻下嫁拜火教教主巴魯士，兩教合併為日月神教。雲羅亞斯德對逍遙子懷恨在心，以家傳天尋神功作為交易，要求巴魯士攻打武當，殺死逍遙子。因為天侵神功除有治癒神效之外，更能成為唔同武學嘅融合劑。巴魯士只要學識天侵神功，到時就可以將自身嘅離火神功融合月神宮嘅玄冰奇功，成為天下無敵嘅穹蒼寶典。巴魯士嘅穹蒼寶典大成之後，便帶同拜火教教徒攻打武當山，將逍遙道人打死，仲屠殺武當弟子。最後，雲飛揚作出頑抗，亦俾巴魯士嘅穹蒼寶典打至重傷命危。雲羅亞斯德認出雲飛揚就係愛兒，於是出手將雲飛揚救走，帶到武當山一處神秘山洞，再用天蠶神功替雲飛揚療傷。雲飛揚知道自己身世之後，雲羅亞斯德就將天蠶神功傳授俾雲飛揚，而天蠶神功自此就成為雲家繼承人嘅獨門神功。雲飛揚睇破仇恨，自此雲遊四海，行俠仗義，經歷無數奇遇。雲飛揚更加獲多個奇人傳授驚世神功，佢全憑天蠶神功將所有神功融匯於一身，最終成為天下無敵。請大家記得訂閱，撳埋個通知鐘仔，咁就可以收到集數嘅更新。最重要就係多多分享本頻道啊！下集見。